帝就伫遮，咱拢来欢迎，好万民主吧归向你。上帝就伫遮，咱拢来欢迎，无做前景白影无山。搁一届来宣告，上帝就伫遮，上帝就伫遮。 咱拢来欢迎，好万民主吧归向你，归向你。上帝就伫遮，咱拢来欢迎，无做前景白影无山。天门打开，你的荣耀降落来。 将荣耀归乎咱的上帝。来，姊妹请坐。你是我外口的开路，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 你是我外口的开路，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可比几冬的雨暝，我太会放下无爱你，你是我的一切。 等我做歌甲你用，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等我做歌甲你用，对是
三甲组织俄勒敬拜，互阮经验你的宝座就伫这个所在，互阮感受到你这时就甲阮三甲同在，你的平安赏赐，你的医治降落，你赏赐属天的智慧甲聪明，帮助阮深深认捌你，掠条主你的同在。 伫新的一年，求你继续引带阮行伫你是阮祝福的道路，也透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甲主你相拄，互阮感受到你安怎疼阮，你要将永远的福气赏赐敬畏你啦。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就是请咱来吟圣诗，圣诗第19首，圣诗第19首，请咱起立。 兄弟万岁。
员徛着咱同心来祈祷。对面大人的上帝，因为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你掌管阮的一切，也使上好的天气，互阮徛起伫台湾这个都市，互阮经历到上帝你家己的固守，阮要献上感谢，因为你的应允，互阮的日子久长，伫摇花所在，甲阮的列祖所想事，甲因的父的地，拢要享受到年甲日的地。阮感谢主你过去一年久的中间，怎样来眷顾阮？因为你亲自成做阮的祝福，因为你有应允，摇花你上帝所眷顾的地，对年头到年尾，你的上帝目睭常常地看伊，因为你有赏赐大福气互阮，互阮会当来到伫这个所在。特别你也赏赐，就你诚做家己，诚做人会样受来到这个世间，就你的囝所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互阮这个时阵会当坦然伫你面前求讨。感谢主你，伫正人中间成竞选阮诚做你囝儿，总是阮毋是空占土地尔，阮是爱诚做你好用的器具，用阮的四周围来显明阮是你的囝儿。求你亲自带领阮，我每一摆的敬拜，拢会当诚做你所欢喜的祝福。特别，互阮会当永生，早早来到伫你的面前，准时来到你面前，伫遐听候。互阮会当用安静的心看待主你的同在。你也互阮的教会伫这个所在。做又来空阔，互阮所喜爱有一个新的礼拜的所在，由你亲自来祝福。由你互阮崇拜部所有同工，伫负责礼拜的时阵，会当用心，也求你赏赐阮心灵拢臃肿，阮哪服侍哪有气力，由你固守。阮也为着阮过来的新春的假期的中间。求你亲自甲阮三个弟弟，阮出阮入，拢得到你的固守。但阮搁一摆要享受主你的话语，求你亲自来祝福。透过你爱用的工人所出的话，是对你来顶面所领受的，真正诚做阮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拢是奉托主耶稣基督圣尊的求，阿门。诚济，咱们三甲来启用圣诗后面启文要对第8，就是诗篇23篇所出。咱三甲来读。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予我有新的气力。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予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怀雪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对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这是要请子弟团来学了上帝。圣经讲，用逐款的乐器，拢要来学了上帝。
所以咱要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要用伫有所书新约圣经有所书第一章，要对17节看到21节。无共款的版本的圣经记载伫顶头，请咱家己看。以所书第一章的17节，安尼记载：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阳光的爸，想使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阳光的布有到怎样，搁知伊的权能伫遮个信的人大到怎样，照伊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快乐的功用，互伊对世人中国话，伫天里坐伊的大屏，盘过隆重办正事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所号的名，嘛伫今世，也来伫来世，盘过以上。这是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尤佩国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五福临门。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享受福气的源头，也帮助阮真知影认捌你，也对你的话来得到晓悟、领受，开阮的心窍，明白你价值，才有呢去行，互阮拢真做得到福气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因为遐这大家平安。新年恭喜，上帝祝恁。咱彼此来祝福啦吼。咱在讲上帝祝福啊，上帝祝福。上帝是一个赏赐的吼，祝我祝福你，祝无一定我祝福你啦。但是咱常常咧讲上帝祝福祝福去伫咱的身上。互咱会通伫遮来领受啦吼，所以期待咱每一个人拢会通伫即个福气内底互你的福气会通掠条你知影台湾民间的信仰，带有侪即个文化、宗教的特质啊。所以伫即个宗教文化的特质的中间，咱看见咱拢想到要去得到即个福气。所以，伫咱民间信仰的内底，咱受到儒教、道教、甲佛教有真深的影响。像牧师细汉就是伫迄个道教、民间宗教的生活中间，伫遐过生活吼。到伫士大人因得到即个救恩的时阵，正义到伫教会，受即个影响，也互民间的即百姓的思想吼，拢有一个差不多命运吼，天注定哇！咱拢常常受到即款的人生观的影响。孔子吼，佮讲啥生死有命安怎？富贵在天。讲了吼，佮较注重吼，就是讲，即个命运天定吼，讲命运天注定的即款的思想，佮较流行伫民间。所以民间的即个习俗。就俗语咧讲啥？阴缘天注定，毋是媒人骹高行啦。哦，昨拄咱做这结婚的礼拜嘛吼，咱亲家今仔嘛有来哦吼。伫迄个中间，咱看讲，毋是媒人骹高行吼，是讲上帝注定好好的吼。嘛有讲有囝命，无囝怎？天注定。所以，因为人相信骆驼是82命，我一出世骆驼我就注定的啦。所以人就爱相信安怎下，你的82甲我的82有合无啦吼？你的82轻重安尼吼，若较轻的看到啥也是安怎吼？所以咱互即款的天命运天定这命运天注定的思想伫遮来影响。
所以人就伫迄个宿命论啊、宿命论的中间啊，我就无法度啊，所以看破啦吼。啊，总是人咧想讲，敢着爱安尼认命，啊无法度改命，啊嘛无来改运，哦对无？所以伫遮就安怎啊，就追求要安怎有好运啊，有出运，有看到迄迄个广告讲啥？啊，我出运啊，哇！啊，捌看这个广告无？是讲命无法度改，啊无来改运看卖啊，所以就透过当机法师，也是这个术士帮咱免怎来改运。所以俗语就咧讲啥？啊，乞者嘛有安怎？乞者嘛有3年的好运啊！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人就想讲要伫迄个命无法度改，总是我来改运。所以，互华人对即款的消灾解厄、对保运求福气，所以对看日选择有好的风水，伫遐为着就是要祈安求福气，哦。所以华人的历史，咱知影，若去看华人历史，也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朝代，若要改朝换代，一定安怎死人。死几十万个啦，所以战争一定有死神嘛。所以咱看讲就会带来遐个战乱，甚至饥荒，哦。啊，咱过去的先祖为做遮移民，对中国移民来到伫台湾，爱过啥物沟？乌水沟。啊，你知影迄款的迄时阵的交通的工具无介方便嘛，所以有当时爱冒险啦。所以有当时会死伫安怎乌水沟，哦，是咱讲台湾海峡嘛，吼。啊，伫这过程的中间，咱看就爱用做遮个仪式，另外有遮瘟疫，咱知影讲咧拜王爷是咧拜啥物意思啊？其实是瘟疫之神啦，哦。所以有当时咱无了解讲所咧拜的时阵，检查伫陷入搁较大的即个影响内底。所以吼，台湾人也是讲华人，就对所有的宗教。讲有拜有保庇，啊无拜安怎，就会出代志安尼吼。迄款的心态讲，哦，我来看到这哦，所以细汉的时阵啊，伫迄个民间信仰，囡仔人你若徛河顶吼，安怎，大人就爱骂。为什么？为什么河顶袂使徛？啊，河顶神呢？啊，你甲徛咧吼，哦，啊门有哪？门神哦，哦啊灶啦。啊，即摆甲输落咧，微波炉咧，所以安尼即摆啊，有当时啊，咱也真无认捌上帝的时阵，咱就会受到检测一寡遮个信仰的影响、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就会崇拜遮个精灵啊、精灵哦、精灵崇拜哦，啊，就有啥？哇，这树啊，去阿里山啊，就看到遮树啊，遐大丛啊，就讲安怎？神木，迄丛较大丛的神木，即马伫倒伫遐，石头遐大粒，哦，佫会生毛，哦，啊，就甲安怎红布啊，就甲绑个变啥？石头公。特别对一寡遮的孤魂离魄无主的孤魂，啊，就甲无人拜啊，就甲扣的，就甲起一个庙啊。甲祭拜，所以叫做啥物公？幽灵公哦。无主的孤魂就甲扣的，所以人真诚恳热诚咧拜，总是拜了对，也是毋对。所以咱咧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受到佛教、道教、儒教也有真大影响。为着就是要求啥物？求五福临门啦。啥物叫做五福临门？福、禄、财、主、寿，咱看这个福气啦，你会通得到啥物款的福气？这个福气会通永久袂？禄就是安怎？你会通伫迄个做官，也是讲有伫这个职位的顶面，有好的升迁咯，升官啦。你有钱财有子是啥？财主就妻子啦。还有啥？房子啦，还有啦，儿子啦，还有啥物？车子啦，咱讲
五子登科嘛，对吧？啊，搁有啥？帽子哦，哦，咱咪求一寡遮个吼财吼，啊，搁有啊寿啦，看会当长命百岁，长岁寿袂？哦，所以我拢常常甲人祝福啥？祝你食120岁，免牙骨啊，搁会收厝税。哦，人做爱长岁寿，总是若无健康安怎？无路用嘛，倒伫病床伫遐，只有剩目睭安尼，撮年安尼，敢毋是？所以人伫人生中间，就是咧追求，毋通透过遮宗教仪式咧追求福禄财主寿，也讲富贵财主寿，会通互五福临门啊，到伫你中间。其实圣经内底嘛有咧求遮个福气。所以咱看雅各最近咱的在家会主，就是咱读经的进度吼，咧讲着啥雅各的故事对无？雅各安怎？哇，伊足巧的吼，伊一出世就安怎？哦，牛哦掠着因兄哥的吼，这个骹肚吼，伫遮出世安尼吼。所以伊一生拢咧掠，一边看着因兄哥吼，安尼啊足忝的转来吼，啊热吼，啊伊煮红豆汤啦吼。话讲红汤，话讲红豆汤啦吼。我讲来吼，你想要食无？吼，所以伫遐交换，啊无你用大囝的名分甲我交换。哦，用一碗红豆汤就甲哦，这因兄哥以扫就甲这大囝的名分甲卖掉安尼吼。伊看轻迄个，因真注重这大囝的名分，因为对士大人甲祝福了后，伊会通得到伊所祝福的这个福气。所以雅各。哦，伊就用价，啊，搁有吼，因老爸目睭花花，哦，啊，布啊当做菜瓜的时阵，哦，就讲，哎呀，意思啊，你哦去拍那啦，煮好食来我食，啊，我敢甲你祝福啊，无吼，日子哦，毋知搁剩偌济安尼啦吼，所以老爸就安怎啊，叫伊去拍那，紧啊煮一寡好食来互食安尼吼，叫因某听到你知道，你别甲听到。伊较疼迄个细汉的吼，所以拢有偏心啦吼。雅各我讲哦，恁老爸讲要甲恁大兄祝福吼，啊你紧加做恁兄哥，因恁老爸目睭花花哦，啊不啊当做菜瓜，所以较无清楚，所以就安怎哇伊就因为伊身躯无毛啦，哦，啊因兄哥哦规身躯拢毛啦。所以就加做用迄个啊皮毛啊，甲包起安尼吼。啊，煮会去互因老爸食，因老爸听，啊，你都这都雅各的声呢，吼，啊，蒙开个以扫的身躯哦，会奇怪啊，怎啊甲祝福？所以这个故事哦，咱看伊讲，当以扫转来，啊，煮好要甲因老爸吼得到祝福，对因老爸得到祝福，我毋是甲你祝福过啊，哦，到遮来啊，吼，原来就是伊的。小弟啊，甲骗伊应得的福气吼。其实咱的心内想讲，啊，这个雅各乃安尼啦吼。啊，其实有真侪需要去了解，就讲上帝本来伫因出世中间吼，伫迄个祝福中间，就是大个要服侍细啊。但是人要用家己的方法去得到，兼且你爱付上足侪代价。所以咱看讲，这以色列心内安怎？万分吼，想讲好啊，要死啊，所以就想办法，想要杀死伊的小弟哦。因老母就赶紧哦，你紧走一队，走去母舅遐、拉班遐吼。所以伫这段过程中间，咱来看讲，伊对这位亚伯拉罕、以撒的上帝，伊并无真清楚。好亲像咱伫家庭咧拜，都是大人留落来咧拜，到底咧拜啥？拜有对啊，拜无对，咱拢无了解。像咱来教会，咱对这信仰有清楚啊无？你信靠耶稣，耶稣是啥物款的神？有当时你啊问圣经吼几卷毋知，吼。所以有当时迄圣经无了解，咱就无认捌上帝，讲这位上帝是全能的，还是啥物款的上帝？哇！所以雅各就开始走路啊。来，咱来看一段影片吼，伫伊走路过程中间来到罗斯这个所在啊，古名叫路斯吼，罗斯这个所在，咱看伊安怎伫遐来经验到这位上帝。当伊伫迄个困眠的中间吼，伊看见一个
天的推降落落来。上帝安怎对伊伫遮来显明？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然后将无限扩展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都因你和你的后裔得到的祝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护你，领你归回这片土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对你所应许的。咱看这段短短影片吼，其实 YouTube 内底有真侪这圣经的故事，咱会当去看吼。透过伫迄个雅各的故事，即款的过程的中间，互咱知影讲，伊要靠家己的气力伫遐来得到，总是爱面对侪侪这的困难，伊爱走路吼，头前的路遥遥远远，毋知要走去佗吼，毋捌看过因母舅啊吼，所以伫即个中间，伊对头前的道路茫茫渺渺啦。所以伫即个过程，咱看伊讲，伊安怎经验到上帝对伊家己来启示讲，我是啥物款的上帝？我是恁阿公的上帝，我是恁老爸的上帝。总是伊也要诚做，讲我是你的上帝，我要保护你，我要享受你平安，我要互你安怎？有真侪这福气要互伊。总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讲伊的心犹原无真清楚明白。到伫倒转来要转去伊的故乡的时阵，咱会通继续看落去吼，咱伫咱的读经的进度内底，咱拢看去讲伊安怎家己经验，伊拄着总是伊毋茫伫未来的道路，犹原有上帝的恩典所。所以今仔咱透过这段的圣经，伊有所认书第1章的17节到21节，咱要做来看讲，你对这位享受但有福气的上帝，你有捌啦无？还是你敢若捌一个皮毛，一个表面？第二，咱有看去讲。伫耶稣基督内底有偌济福气要互咱得到？这个福气是暂时的哪定，是伫这个世上的哪定，也是会通透到永远、永远、永远安尼吼。我今仔咱来看讲，有真侪这个宗教信仰，特别咱的台湾民间有真侪这个习俗、这个宗教吼。这个目的就是讲，人真期待会通靠着你所追求的人得到平安。会通得到喜乐，会通得到心内有真侪的这个束缚的解脱，也是讲你会通得到啥物款的福气啊无？所以今仔咱来到遮，也是讲咱追求真侪的这个毋茫会通有一条出路。所以迄条出路无拢共款，宗教人就是讲宗教信仰的人，伊拢有期待无共款。所以通透过无共款的方法哦，所以头一个就是安那自力，就是讲我靠着我家己的气力，我茫透过我家己咧找、家己咧求、家己咧修，会通伫遮来得到即款的福气。另外一个就是对他来的对其他来的气力来帮助咱，所以咱做伙先来看讲，自力的主义宗教信仰是对。对几个这个宗教检查咱拢有接触过吼。头一个就是讲，咱看见东方民族这个知识分子所崇拜儒教，就是咧拜啥？拜孔子啦，拜这个儒家的思想啦吼。所以拢较倾向伫自利主义，就是讲我靠家己的气力来会通修，来会通得到。所以修身，然后来安怎？用性哦，所以修你家己的本身来净化你家己的人生，行往迄个超越会通解脱的目标。所以这是伫佛教、道这个佛教甲儒教来做代表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伫易经吼
易经毋是迄个咱洗身躯的易经啦吼，易经吼，易经内底吼，这个乾卦篇内底有咧讲啊，天行健安怎？君子以自强不息，捌读过册无？哦，读过这句无？咱毋捌读过嘛，听过对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咧讲哦，天体一直咧运行吼，日暝一直咧运行吼，安尼拢照顾伫遐咧运行。啊，君主就爱效法即个天啊，伫遐安尼刚健不移吼。会通伫遮来修身养性，意思就是讲做人的理想吼，伊爱靠家己伫遮来修身，伫遮来养伊家己的性质安尼。这是儒教，伊要靠家己哦。第二，咱看佛教，咱看君主之路以外，佛教咧行解脱之路吼。所以原始的即个佛教吼的特色吼，其实无迄个。救主哈，无救主。释迦牟尼伊咧教导伊的军队者的时阵吼，伊就教导因讲爱有戒、定啊，甲慧，为即款的学理伫遐来达到啥物涅槃？啥物叫做涅槃？就是会通借着这涅槃解脱所以一切拢是空啦吼。所以家己即个。佛教内底嘛有参插着自力甲他力的即款的宗教信仰宗教的观念。所以伫遮咱看讲，最后台湾的这习俗，这佛教的习俗，伊会将教人将佛将菩萨、将罗汉来当作神伫遮来皈依伫遮来信奉所以靠着家己的气力来修。佫有靠着这个菩萨、这个神明来帮衬其中有一个就是讲，你会透过啥物？透过坐禅啦，透过禅定这种坐禅，我伫遐坐，我伫遐顿悟，我伫遐来领受，我甲放空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人意识讲，我一切拢是空总是干啊伫迄个所在哪点，无佫较好的正义到你内底所以毋茫讲，我着安尼一世人，若艰苦会当伫遮来解脱，摆除一切的遮的困难所以毋茫透过家己的修身养性，也是家己伫遐坐禅领悟伫遐来脱出即款的做的遮的束缚。伫圣经内底，咱看拄咧看迄段的故事雅各下地。伊伫迄个梦的中间的梦境有天推降落。伊拄开始，伊是要靠着家己的气力，自力救济嘛。自力的即款的信仰伫遐来掠，我会通掠偌济，算偌济。总是伫迄个罗斯后来诚做伯特利即个所在，伊甲改名讲伯特利。哎呀，这就上帝的同在上帝伫即个所在我竟然毋知嘛，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就感受到讲，即位上帝是因祖公因老爸因阿公、因老爸的上帝。今仔日伊开始去经验，所以开始伊安怎？无你若保护我、保庇我，会通平安倒转去厝。你若保护我安怎？这就是啥？靠着他力、其他的气力来帮衬所以伫圣经内底，也是讲伫民间宗教信仰内底去若信靠独一真神，也是讲我只着多神，所以有多神论、多神的崇拜。我毋茫会通求平安嘛，所以人讲平安就是福嘛。所以咱的新正年头初一的时阵有真侪人因会去到伫庙伫遐来拜嘛，对无过来抢啥？抢头香啥物人先走个比赛，啥物人插了迄个人福气拢互伊。总是来到教会毋免抢，你坐伫啥物所在福气拢互你。只要你较无上帝的神无所不在拢甲你三甲同在，毋免伫遐抢啦。是用你较无伫遮，所以伫些道神也是
是独一精神的中间，嘛是拢想讲我有平安无？我会通幸福啊未？我的福气会通得到啊无？哦，所以他这个信仰观念吼，伊伫民间宗教信仰吼，伊就是祈安求福嘛吼。所以伫遮咱有看到伊是靠着家己的困难，然后毋望要得到家己的利益。基督教的信仰对宣教师传入来到伫即个台湾的所在，其实真早中国就有即个福音传入去到伫迄中间。有人讲，这是西方的宗教，并无正确，因为以色列是伫东方啊，西方，东方啦。耶稣的皮肤其实甲咱差不多，你知无？伊的色地甲咱差不多啦，所以徛去伫迄个东方，将保罗将福音传到伫欧洲，所以咱看见讲，即个福音对欧洲、对西方遐个传转来的时阵，互咱知影讲原来我会通成做上帝的囝儿，所以伫圣经内底，咱做下读来，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华语礼拜了有2位兄弟姊妹，头一遍来受邀请无明白，我嘛是对安尼甲讲了，带伊做决志的祈祷咁人开始咧对找心柔软，互伊知影讲，你拜到底是有正确啊无？有拜着生命的源头啊无？若无采共咱付出遐济的精神，阁有真侪的这礼仪伫遐咧祭拜所以伫遮咱看讲民间信仰融合伫儒道佛，拄仔已经有讲啦伫迄中间来追求这传统的宗教所以就爱靠着安怎道士西公伫遐来因来演伫遐来消灾，伫遐来解厄。所以台湾人足习惯伫迄个过程中阮细汉嘛是安尼所以伫迄个中间毋望讲透过西公法师伫遐来消灾解厄求的就是啥？家己本身的利益。总之，我拄仔咧讲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啥？你得救毋是靠着这做好事、做功德，讲我拄你，我甲你度啦，有无？咱看咧修身养性、积善领受即个德行的时阵，就是安怎？我拄你，那我会通伫遮超越。基督教的信仰无法度靠着家己的恩典，讲恁得救是出伫安怎？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恁得救出伫恩典过来咧，是因为信嘛，毋是出于你的行为啊，免得安怎？咱家己夸口，免得我们自夸所以人无法度靠着家己的困难伫遐来得救所以伫即中间，上帝就介入伫人的中间，互人安怎人过去用这精神咧祭拜嘛，所以用真侪这精神，咱到即个节日的时阵，亲像旧约。其实民间宗教信仰还阁停留伫圣经的旧约，伫遐用这祭牲、祭拜、消灾解厄，对无？啥物叫做赎罪祭？消我的灾嘛，解我的厄啊。但是为什么逐年拢爱拜？无法度啊！无法度，佫硬要用咱的思想猪仔加一粒柑仔，对无？安怎？我毋甘愿啦！你若像，即马猪年要进入猪年对无？对无？毋甘愿啦！你连迄个集会长老去德国出差的时阵嘛翕一只猪讲，迄猪仔嘛加柑仔咧，迄德国嘛安尼所以人用想尽家己的办法，想要改运、要改变一寡这事实总是无法度。所以耶稣哪来到伫世间所以伫遮，互咱看见讲，透过耶稣人甲上帝同工，会通救即个世间的人。所以救世就是咱传福音祭世就是咱看讲，古早即个宣教师入来的时阵，安怎？伊毋但是福音，阁有啥福利？所以细汉捌领过米粉的无？捌阮细汉的时阵有真侪在外国寄来的迄个圣诞卡，即马拢 email 啦，
即摆拢咩啊，对无？较早若看摕到迄个圣诞卡，哦，足欢喜的。后来生活渐渐好，家己拢会买圣诞卡去寄吼。有真侪只衫，真侪只美元的只物资就入来，好亲像咱即马教会咧做社区的只食物银行，互遐个较善车，互遐个较需要的人伫遮来做伙来得到安尼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个福音就是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的救恩是对上帝来吼。所以咱伫遮咱看讲，有啥物秘诀咱会通得到的？咱咧找迄个秘方啊，还是讲迄个秘诀哦？头一个就是讲，咱求上帝，互咱知影，深深知影。所以上帝赏赐伊的神来启示咱，互咱有智慧啊，启示咱，互咱知影伊的全面性。伊是一位啥物款的上帝？为什么咱无拜祖先？讲无拜祖先嘛无影咧，因为咱来到教会咧拜啥？上大的祖先啊！所以每一礼拜咱拢拜，啊拜甲佫较功夫。旧约拜甲足功夫，你知无？啊，伫遐用台底导游啥物仪式啊，安尼啊做，比现代的民间宗教信仰佫较焦逼。总是遮个拢无法度来解除人的罪，所以耶稣哪来嘛？所以上帝羊羔为着咱献就，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入伯利恒啊，所以来就帮助咱，互咱知影讲透过伊会通伫遮来得到拯救，得到永远活。我常常伫甲遮个伫拜拜的遮个亲人讲啦，讲哇，啊恁拜的时阵吼，你真正伊住伫内底吗？伫迄个神主牌仔内底，啊，都往生去啊，对无？往生投胎转世啊，投胎转世伫六道轮回啊！你即马拜是拜着啥物人？毋知啊！啊，你若拜伊会出来食，你嘛惊死啊！惊毋是？我咧处理这时，其实神主牌后壁拢是写一寡生辰日过尔。道士伊无死过，因哪有法度应魂？所以咱有想过迄个问题啊无？所以真侪这个亲人因。无明白，无知影耶稣是赢过死亡的救主啊，死亡的关系救主吼，所以伊会通互咱未来啊。咱拄啊，面对侪这个兄弟过往的时，为什么因疾病啊？耶稣来带因去啊，包括我的爸母。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上帝对启示、对赏赐咱智慧，知影讲咱要拜是。花言尧舜禹，和皇帝尧舜禹所拜这位上帝啊，所以伫遐启示咱，互咱有智慧聪明，然后吼，这个智慧聪明启示你，互你有第一手的经验捌耶稣。保罗就是安尼，所以保罗写真侪这批示嘛，伫遮互咱看，伊较早是咧掠基督徒、迫害基督徒，总是伫迄个大马色路站安怎，上主的甲启示嘛，讲照伊。啊！伊问讲你是谁？啊，我着你迫害的耶稣啊！所以伫迄个对话中间，咱看讲主启示伊，互伊明白讲我是啥物人。主嘛透过基督保罗伫即个基督内底讲，求你赐福互即个信徒真知道啦。所以内底有3个知道，讲知影知影我，知影上帝恩典，知影上帝救恩。所以毋通伫迄中间吼，因为上帝将这大自然、树木、草花，拢互人去管理，结果人毋知影信靠上帝，将你管理的物件颠倒互这物件管啊，敢毋是？石头讲，树啊较大丛神木，啊无甲雕刻人的形象，无神后壁挖一坑甲入神，入好神。真正入好神啊，入金神啊，入虎头芳啊，入其他物件，然后甲剪落甲踢入内底，互伊死入内底，讲入神入神。因为人实在是讲有智慧吗？你去看罗马书，人若无认捌上帝神，人家己感觉聪明，但是变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所以就开始黑白拜啊，精神嘛拜对无？牛也拜。牛啥物人咧拜？印度人咧拜牛无？啊，每年、农历年讲猪年，啊有人咧拜猪无？有啊，我捌讲过嘛，对无？迄个猪八戒啊，
天蓬元帅，什么人拜？那讲讲色情人是特种行业，所以拜个啦吼，个念咒啊，对毋对？捌听过举手？捌讲哦，秀秀牙，秀秀牙，脚翘翘，阴摇摇，保庇大地来进条，来空空，去戆戆，腰肚实在我懵。意思伊嘛伫祈祷，你知无？祈祷讲吼，这查甫人变猪哥。会当来甲伊交关安尼吼，所以这过去有真侪这，你要看连这精神拢咧拜啊，所以就有这口诀，这伊甲当做祈祷呢，你知影？因嘛伫祈祷呢，讲互这查甫人哦，戆来啊，互我有钱通好趁安尼哦。所以讲人若无认捌上帝，不真知道他的时阵，哦，罗马书你啊看卖啊，都学袂拜啊。人就开始用家己想法、方法伫遐来拜，好，所以你无认捌伊的旨意，你就唔知影安怎去敬拜伊啊。所以后来耶稣来，为着咱付上代价，咱就无搁再用啥这精神来敬拜。所以耶稣讲，用敬拜伊的人爱用心灵加啥诚实，也是讲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咱透过诗歌、学乐敬拜，互你甲主上帝有一个呐，你甲伊扫一下赖，咱若要加赖啊，扫一下对不对？哦，扫者，咱是对透过祈祷甲这位上帝连接啊、连线哦。好像有咱咧电脑的时阵，你若有网络的时阵，你甲要谷歌的时阵，你所要查的就落来共款。总是嘛有讲安怎啊？伊嘛唔知，我咧问迄个小姐的时阵，问伊时阵，我不知道。Siri 啊。电脑嘛不知道的，总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头一种保罗要想述啊，透过祈祷要想述哦，这信徒的人，就是头一个就怎啦？咱需要有智慧嘛。智慧，什么叫智慧？就是圣神要想述人去醒悟、领悟你的困难，然后迄个。启示就是要帮助咱对这个代志、这个事物会通拍开，互你了解啊。所以头一个保罗为什么要祈祷讲，想说这信徒安怎有智慧啊？智慧会当创造财富以外，智慧会当选择正确的路，智慧会通互你伫你的生活更较丰富，智慧会通互你翁仔某安怎啊做好徛起，亲人安怎徛起。所以智慧甲知识是绝对无共款吼。第二个就是讲，伊要照光你心内的目睭哦。恁有发觉牧师咧讲道进前，常常用一段圣经来做我的祈祷无？咱做来读，就开因的心窍，互因会晓悟遐的圣经。耶稣过啊了后，然后见这学生。两个学生本来无明，伫以马五迄个所在，然后拄着耶稣过啊，认袂出来对无？当耶稣八饼了后，安怎？就咱的老师啊，心目无开咧。当伊到耶路撒冷咧报告的时阵，因嘛袂记讲耶稣所讲过圣经所记载的预言。然后当耶稣伫遐因讲开因的心窍，耶稣伫迄中间来透放因，互因的灵得到开去，所以因的心开啊！你读圣经就明白。我常常用这段圣经咧祝福这咧读册哦，这囡仔。我讲你若用这段圣经来真做你的祈祷，你要看你的册的时阵，你先祈祷，先看一段圣经，讲求主耶稣开。某米人的心窍，互伊通明白圣经，互伊明白伊所看的遮的册内容。所以心窍开，你看、你听、你写、你嘴念啊，心若无开安怎？一窍安怎？什么叫一窍不通？心窍没有开，你无法度融会贯通嘛？你敢若死读册。所以哦，咱要教囡仔，先教讲，伊咧读上帝话，上帝话互人的心神安怎活起来咧？
上帝话都有智慧啊，所以敬畏耶和华上帝人，伊有安怎？是智慧的根本啊，是一个基本一个基础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保罗为什么要求这个信徒因的心会通显化出来，就好亲像这个使徒，哎呀，咱的老师都告我啊，阮还阁伫遐咧惊吓，伫遐咧忧伤，咧惊死，所以对死无就安尼皮皮喘。兄弟姊妹，咱对死亡嘛，你无了解人，你无有即款的毋望的时候，你对死无来，你就惊冲惊煞。就有用做这个仪式来防止讲我有冲着煞着。所以生想就是安尼，对无？哇，生啥的人，特别想好的人作衰，你知无？咱生囝袂使去看，大的你袂使活。惊白虎吞胎，所以有真侪这个人所想法，受到这个外在伫遐来的影响咱，兄弟姊妹。所以保罗伫迄中间讲，开因的心目，互因知影讲敬拜迄个独一的主，赢过死无关系。后壁就要讲，你知影上帝叫恁来是，毋是偶然的，毋是凊凊彩彩，是你今仔伫遮就特别的意思。互你知影讲，伊调你有何等的这个毋望。咱做下读这段来。基甸甲伊讲：主啊，我要用什么救以色列看？我的家是玛拿西中第一创乡的，伫我的后爸的家，我是第一世。这段圣经咧讲啥？这段圣经咧讲伫士师记内底6章吼，伫士师记内底咧讲。以色列人因行耶和华上帝看做歹，所以迄个时阵上帝就将以色列交互什么人？米甸人啊！伫米甸人的手头7年啊！所以因若惊上帝所看无欢喜的看做歹，上帝会保护就离开。所以米甸人就攻击因，然后安怎？因咧夜景的时阵就甲因破坏，因咧修行的时阵就来因抢。所以基甸迄个时阵是米利对，你知无？上帝咧呼调先，基甸米利迄个酒窟伫遐咧拍麦啊！上帝咧甲呼调先，我哪有法度啦？我无法度，我无开力。阮兜阮是伫马拉西即个支派内底散屁屁啊！我是上世，我就无开力。总是上帝互伊知影讲，我若要竞选你，就要互你有开力。当你讲无够野，你就软弱心靠主，就互你有勇敢，互你有开力。所以后来无好啦，无我调集32000人，要对付米甸人的135000人。32000对135000，安尼嘛爱佫几啊倍，对无？上帝讲伤济，伤济是无咧偌济，无我减甲剩10000人，安尼好无？上帝嘛讲安怎？伤济，无就叫因去溪仔边安怎？啉水，有的人就规个腹内就安尼像狗咧啉水啊。有的人是安怎？水碰落来啉，遐拢甲捡起来，捡起来，偌济人？300个，开玩笑，上帝你是咧开玩笑？300个变哪对付135000人？你开玩笑嘛？上帝无咧甲咱滚耍笑啦。上帝，我讲我若甲伊相同在，就你的开力。所以当安尼基甸后来讲有迄个纪念，迄个基甸会，安尼就上圣经的这个基甸会。最后打败135000人。咱看见上帝开力同在，互伊知影讲，你虽然散屁屁，你虽然是遐尼美色。总是我要用你伫你的家庭，诚做恁兜家庭全家要得到福气的。你感觉你是弱势吗？上帝若甲你相同在，不但你得到福气，你全家嘛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福气，得到上帝所要祝福的。所以第3项的祝福就是安怎？上帝要互你知影，你伫伊的眼中是宝贝，是特选的，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是耶稣为着你伫十字架顶付上代价，所以你毋免阁再用遐精神咧祭拜，毋免阁再伫遐咧拜迄个人手所做，
你来敬拜这位上大的主。所以咱咧慎终追远，要追多远？3代4代，毋捌你无拜得嘛不好。但是咱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敬拜，对华人这些祖先一直咧敬拜这位上帝，人袂记啊。第四就是讲，互咱知影讲，咱会当得到的荣耀是啥？伫耶稣基督内底，因为伊为着你付上代价，所以你诚做耶稣的基业，耶稣的救恩诚做咱的基业，所以咱诚做上帝宝贝囝、宝贝查某囝。所以洗礼什么意义？耶稣，你来做我的救主，我做上帝宝贝囝。所以咱会通享受有一天啊，你知影嘛？耶稣要接咱倒转到天里的祖家。所以就无搁再有迄个烧灵厝，伫迄个中间讲有拜，啊你就会通诚做啊有通食的啊，啊无拜你就做妖鬼安尼，啊是遐个无家作拜变无主孤魂。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即个信仰帮咱啊，互咱知影讲，咱是有毋茫的人。所以第四个祝福就是互你知影讲，你是一个有毋茫，你是一个会通诚做上帝囝儿。以后100岁年后，你毋免烦恼你要去啥物所在，因耶稣已经伫约翰福音14章甲咱讲啊。所以伫遮咱有讲，以弗所人书，就是互咱知影讲，靠着耶稣，伊有遐尔大的亏力，咱做伙来读。照以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气力的功用。互伊对世人中各我伫天里坐伊的大屏，盘过拢总办正事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伊所号名的，毋若伫今世也伫来世，拢盘过。所以，互你知影讲，耶稣享受互你开力是赢过拢总的关系，包括这灵界。所以为什么咱对死亡咱唔惊遐？为什么？因为耶稣赢过死亡的关系。你看有多一个宗教的教主，伊赢过死亡的关系，只有耶稣是救主，所以赢过死亡的关系，才会通互信靠伊的人有未来有永活嘛？咁唔是嘛？所以当你洗礼归耶稣的名的时阵吼，你就得到这款的快乐。所以耶稣讲：天顶地的权拢伫我啊！所以我享受恁伫地面上困饱，伫天顶也要安怎？要困饱。所以当你拄到这骄傲的灵来时，你惊伊啊，伊惊你。敢真正？因为你若无信心，就是你惊伊嘛。但是耶稣讲，我享受信靠你的人有迄个权柄，所以你看到惊伊时阵，也是这幼儿有着惊的时阵，爱去买行风伞啊无？乌干仔票，即摆毋知佫有无啦？有啊，但是毋免啊，你会当替祈祷为伊受惊嘛？伫地面上饱，伫天顶也要饱，敢毋是？兄弟姊妹，你知影你得到的权能是偌尼大的无？是你毋知安怎用，你惊用。你知影你有即款的快乐啊无？愿主来帮助咱哦，互咱会通伫遮知影讲，耶稣已经将这天地权已经拢享受。互信靠伊的人，所以你爱甲操练，你爱甲用啊，哦，你甲祝福啊。上帝将万行有的即款的管辖权交人，人犯罪交转去伫魔鬼撒旦手中，所以耶稣对即个黑暗的关系抢转来啊，夺转来哦，交互你啊，好好啊甲用啊。所以咱做伙要哪回应伫面对新的一年未来吼。咱真正求主上帝的圣神来启示咱、感动咱。罗马人书好好伊看第1章，咱知影荣耀伊、认捌伊、感谢伊，你就知影讲你所要敬拜是叨一位。求圣神来启示咱，互咱真知道、真知影认捌这位上帝是祝福你满满。所以圣经你若去看，出入你拢要得到福气。你伫你的生理的工具顶面啊。团面盆要甲你祝福，《申命记》28章第1节到第14节，去看卖啊！我靠耶稣，啥物叫做靠耶稣的名？兄弟姊妹，你咧祈祷真诶，祈祷假？真诶，靠耶稣就讲，我相信耶稣是对天来的拯救，我相信耶稣是
管辖万项有诶，亲像拄啊迄段圣经讲，执政诶、掌权诶，啥物拢无法度赢过伊，连死亡嘛无法度赢过伊。有啥物人看到？遐尼侪学生看到啊，看到伊上天，看到伊讲我要搁再来。耶稣伫学生烦恼忧愁诶时阵啦，恁免烦恼。我去要为恁备办所在，备办好势嘛，要倒转来接恁。伫我天父厝有做遐房间厝体别装咧，但是嘛，所以毋免搁再用人诶方式。所以信耶稣得到自由是安怎？无搁再受到这宿命论、这宿命论，无搁再受到这命运天注定伫遐来伫遐束缚。因为你若敬畏即位上大诶第一大诶上帝，已经将这个福气赏赐你。有一天，咱要伫天顶，搁再伫遐欢喜快乐来学乐，好亲像咱拄啊真欢喜伫遐学乐敬拜。所以我靠耶稣，靠耶稣的名，阿门！是啊，诚心所愿，互你的心愿会通成。求主来帮助咱啊，互咱透过这首诗歌，咱做伙起立，咱来求上帝来帮助，互咱讲你是我可以开来，你是我所要追求的宝贝。你是我靠的开来，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可比贵重的好米，我怎会放散无爱你？你是我的一切。耶稣圣油歌，耶稣圣油歌，扛着大路，耶稣圣油歌，扛着大路。咱三甲来祈祷。耶稣，你是代替阮的罪的羊羔，互阮用信靠你的心，免搁再透过精神来祭拜。你也应允阮有永活的毋茫。有一天，你煞阮世间的劳苦，你引带阮的灵魂倒转到伫天里的祖家，为着阮。备办天里一切灵魂所爱用的，所以阮就免烦恼囝儿是谁有合不好，有甲祭拜无甲祭拜。就这是华人上界关心的一项事。耶稣你来就是享受智慧聪明，拍开阮的心窍，互阮知影，伫耶稣基督你内底，阮有。遐尼大的毋茫，永远的毋茫，求你的神来感动阮，互阮知影，真知影，阮搁较知影，你的救恩。